歡迎大家收睇 Michelle Channel。咁今堂咧就會做一個 Pilates class 嘅。咁其實 Pilates class 咧同 Yoga 都幾類近嘅對我嚟講，但係佢個呼吸法咧同 Yoga 係唔同嘅。咁 Yoga 咧平時你係鼻吸鼻呼啦，咁 Pilates 咧你係鼻吸口呼嘅。咁點解口呼咧？其實你口呼出嚟嗰下，我之前教某啲堂咧都有講話呼晒你道氣先做啲運動拉。即係做舉重嗰啲運動啦，你呼晒出嚟咧，其實你夾實你個 core 啦、腹肌啦，咁你個力咧先至肌肉咧可以更加鍛鍊到呢一組嘅。咁所以就 Pilates 同 Yoga 係最主要係呢啲唔同啦。咁今日咧就會做翻啲肚仔嘅運動啦，譬如想減個肚腩啊，呢一度上面個 core 上胸即係上肚仔呢個肌肉啦，同埋下肚仔呢個肌肉咧，我哋都會着重咁鍛鍊嘅。咁首先咧，我哋做翻個 cat cow pose 先，因為 cat cow pose 咧就喚醒你個肌肉咧，等陣間好多動作咧同個 cat cow pose 係有好多關聯嘅。咁我哋首先做翻個 all four 先啦。咁 all four 咧就手咧就喺你個膊頭下邊啦，跟住咧腳咧就喺你個 hip 下面放低，咁好最舒服嘅位啦。跟住呼氣嘅時候咧，縮肚，縮翻你個頭咧，下巴掂晒心口，吸氣，鼻吸，口呼，慢慢呼出嚟，拱背 arch back， 下巴掂心口，再吸氣，上翻嚟 arch back。呼氣，口呼，拱背，再吸氣上返嚟，口呼，慢慢呼出嚟，縮肚，下巴掂心口，最後一組吸氣上。Arch back， 你應該 feel 到咧背脊呢個位咧有好深嘅拉扯嘅。最後呼氣口呼，去翻 neutral spine。咁做完呢個 cat cow pose 之後咧，我哋就會 base 上呢個 all four 咧，我哋做下一組噶啦。首先咧，右手伸直。左腳慢慢即係個 cross leg 啦 ，cross hands 啦咁樣。做嘅時候咧，我頭先呼咗啲氣咧，而家夾實個肚仔嘅，夾實，縮翻嚟，手腳擺翻地板。做嘅時候咧，如果你覺得想再個穩定性更加好咧，你可以 option one 咧，就係腳板即係腳背。呢個位咧，全部掂晒個地板嘅，咁做翻自己 option。咁呢一組咧，我就會撐住喺度嘅。做埋另外一邊，左手上，跟住呼氣嘅時候咧，夾實個肚就口呼，右腳伸直。做咧呢一組咧，手同埋腳咧係成水平線，千祈唔好咁樣拉咗上嚟，因為我哋唔係做拉筋，我哋想練翻我哋核心內擊，呼晒啲氣咧，夾實個肚仔，好放鬆，吸氣落翻嚟，慢慢落，嚟多次，右手慢慢伸直，呼氣，左腳咧同步一齊上，慢慢呼，維持水平線。慢慢落翻嚟，吸氣，呼氣，慢慢上，口呼，水平線，頭向前望，水平線，呼晒道氣，再落翻嚟，吸氣落翻嚟，再做多組。
右手上左腳一齊上。嗱，option one 咧就分開右手上完之後，腳就慢慢上。option two 咧同步一齊上，咁自己揀翻自己 option 啦。咁 option one 咧腳板可以全部即係腳背全部黐晒地板都得。option two 咧就喺度撐住一地，自己揀翻自己 option。再嚟呼氣上，水平線夾實個肚，夾實個屁股，全部啲力咧夾住嘅，咁你先至有嗰個穩定性。我哋喺度停留15秒，15、14、13、12、11、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呼吸氣落翻嚟，做埋另外一邊咯。Option 2一齊上 ，Option 1咧就分開上，自己揀翻自己 option。吸氣、呼氣又一齊上，口向前望，成日水一個平衡線嘅呼氣，夾實個肚，夾實屁股。15、14、13、12、11、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吸氣慢慢落翻嚟。嗱，咁啱啱咧，我哋就做咗咧就 cross 嘅方向，即係右手左腳啦。跟住下一組咧，我哋就會做同邊嘅，右手右腳一齊上嘅。咁呢一次右手右腳一齊上咧，咁我就希望大家咧腳背咧全部黐喺地板，因為你個掂嘅面積多啲咧，你個平衡點會更加好嘅。咁我哋咧就慢慢上啦，就唔好一齊上啦。我哋揀翻一個 easy option 啦。咁我呢一次咧，我就會右手上啦。右手上完之後咧，我哋個重心咧偏翻我哋左邊，之後左腳咧就慢慢跟埋上嘅。好，我哋一齊開始啦。吸氣。仲有咧手指咧要擘到最大，同 yoga 一樣啦。你隻手咧擘得大咧，咁你個力咧更加實淨，咁就會更加穩嘅。好，我哋開始啦，準備吸氣。呼氣，右手口呼，右手上，跟住咧重心咧而家就移去你嘅左邊，移完之後咧，嗱腳背咧貼住地板，由呢一個位咧，右腳慢慢升高。我哋呢個動作咧升高之後咧，頭咧向前望。好，慢慢落翻嚟，跟住做埋另外一邊啦。左腳左手都係上嘅，腳背喺地板。嗱，做咗隻手上咗嚟先，攞咗個平衡點。跟住做完之後咧，我哋重心向右邊啦，跟住左腳咧就慢慢升高。嗱，做翻自己 option 啦。咁 option one 咧，如果話喂我真係隻腳上咗嚟咧，都係好唔實淨喎。咁你手咧可以輕輕咁綁住喺個地板都得嘅。咁揀翻自己 option 啦，夾實個肚仔，夾實屁股，夾實手咧撳實地板 ，hold 住。好，呼氣落翻嚟，跟住做埋右邊上，右手上，做咗個右腳上先，因為我覺得呢個會容易啲。跟住將個重心咧，掉晒你個左邊，跟住可以之後咧，你個右手咧就上啦。呼氣放鬆。咁我有個小 tips 嘅，因為我平時咧做得都幾多倒立嘅。咁如果你想你個 grip 更加好咧，其實你啲手指呢啲位咧輕輕咁樣
你見呢啲位輕輕撐高咧，即係唔係算有平實。我手指呢啲位咧曲曲地咧，咁你個 grip 會更加穩陣。咁做翻自己 option 啦，一係平曬落地板，一係少少 grip up 啦。咁做埋右邊，成個腳去右邊啦，啲力咧去曬右邊，跟住我左腳上啦，跟住咧夾實你個肚，夾實你個屁股，跟住左手咧亦都慢慢升高，好，呼氣落翻嚟，做右邊啦，重心去左邊，右腳慢慢升高。右手亦都慢慢升高，落翻嚟。好啦，做完呢個動作咧，我哋就而家慢慢練我個背脊咧，就係逐格逐格咁樣挨落呢個地板度嘅。咁首先我做翻個 warm up 先啦。嗱，成個人咧動高隻腳喺度啦。咁隻腳動得幾高咧？你其實步距咧越近咧，或者越遠咧，個難度都唔同嘅。咁 option 1嘅同學咧就輕輕喺呢一個位啦。option 2咧就係呢個位。咁揀翻自己 option 啦，我揀翻 option 1啦。由呢一個位咧，你個後面個背脊嗰個脊咧就慢慢一格一格咁落翻地嘅，唔係成個就咁瞓落去。我係要求咧逐格逐格落嘅。點為之逐格逐格落咧？我哋呢度吸氣、呼氣，慢慢落，跟住落晒呢個位咧。之後吸氣，慢慢上翻嚟，上。咁呢一個咧就係練翻你個背脊個後邊咧，逐格逐格落嘅。咁我哋再嚟多轉，我哋吸氣，跟住呼氣慢慢落晒去，再吸氣慢慢上翻嚟，上，再做多組，呼氣慢慢落，再吸氣慢慢上翻嚟，呼氣，吸氣上翻嚟，呼氣落，吸氣慢慢上，再呼氣慢慢落，吸氣慢慢上翻嚟，呼氣慢慢落，口呼鼻吸，再嚟多次，呼氣，吸氣上。好，咁之後咧就做咗我哋少少熱身，同我哋個背脊一格一格嘅。咁做完呢個動作咧，我就要求咧而家做翻個 bow pose 嘅咁樣啦。bow pose 其實 yoga 咧平時 V 字形嘅。咁 option 2咧隻腳低少少就得噶啦。我由呢一個位咧就鼻吸口呼喺度拍嘅，吸氣。呼氣，咁你做呢個動作嘅時候咧，你應該 feel 到你個肚仔咧下邊呢個位咧會鍛鍊緊嘅。咁我哋嚟多次，做翻自己 option 2 V 字形 ，option 2咧 option 1咧就落翻嚟低少少嘅，做翻自己 option， 我哋吸氣，身前。好，放鬆，呢個咧應該練緊你個肚咧呢個位嘅。再嚟多次，
喺個手呢個位吸氣，好啦，下邊呢個圖咧應該會練得都幾犀利下嘅。跟住下一組咧，我就希望做一個停留喺度嘅動作。咁停留咧，你就會 feel 到，亦都係下邊呢個圖啦。你可能做嘅時候咧會震嘅。咁震嘅話咧係正常嘅，因為你好少 activate 你呢個下腹。咁我哋咧就將個動作定格。定格嘅時候咧，如果你 feel 到呢個 shake 咧，你就我覺得正常啦。咁譬如我等間做個動作1分鐘，咁你就做翻自己 option。我30秒就覺得足夠啦，咁你就喺嗰度休息。咁我哋其他同學仔 OK 咧，繼續停留喺嗰度1分鐘。咁同頭先嗰個 bow pose 都係好似嘅。咁我哋首先咧做翻自己嘅 option 啦 ，option 1喺度 ，option 2咧 V 字上嚟。由呢個位咧，我就要後邊個背脊咧。頭先我哋做咗個 warm up，逐格落嘅。你落到你人生最低嗰個位咧，你覺得停喺嗰度，因為我停喺嗰個位咧之後仲要定格30至1分鐘嘅，30秒至1分鐘。咁做翻自己嘅 option， 好啦，預備。首先將隻腳曲上嚟啦，跟住背脊咧有咁低得咁低，我哋喺度停留1、2，嗱停留1分鐘啊！做翻自己 option 1咧曲嘅 ，option 2直嘅，跟住背脊呢個位咧，盡量你可以落得幾低得幾低，做翻自己嘅 option。嗱，30秒啦，繼續加油。仲有20秒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非常好。咁呢個動作咧，練緊你個腹呢個位嘅。我哋休息多一陣咧，就進入第2組。咁今日咧，每一個動作我希望都做3組嘅，繼續努力。嗱，ready 之後咧，我哋就首先腳升高，升高完之後咧，你等陣間後邊個背脊咧落到你最低嗰個位就得㗎啦。好，呼氣上，後邊背脊咧落到你覺得最盡嗰個位。我哋預備開始，1分鐘。加油！30秒啦，繼續努力，剩返20秒、15秒，好，繼續努力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非常好。做完第2組啦，唞多一陣咧，我哋做第3組。今日呢啲運動咧係完全虐待腹肌嘅運動嚟嘅。咁大家繼續鍛鍊努力啦。希望你跟住呢條片咧，每個禮拜起碼做1次，咁你個
腰線咧立刻翻嚟。好啦，預備腳上，背脊慢慢落低啲，1分鐘做翻自己嘅 option。如果今早咧覺得攰啲啦，咁你可以上翻嚟多啲，做翻自己個 option 嘅。加油，30秒啦，繼續努力，得嘅。好，完成，非常好，做完3組啦。大家 feel 到個肚仔點啊？有冇震啊？跟住咧，下一組運動咧就係平時我哋都練得好多嘅 sit up 啦。咁個 sit up 咧就唔係好難嘅，因為我哋唔係全部成個背脊上係。即係有咁多上咁多為目標嘅，即係唔係平時你隻腳喺呢一個位，因為我哋隻腳咧係會調係90度嘅，咁呢個動作咧係會比較簡單啲嘅，我覺得。咁90度啦，首先 set 好個位，咁我哋個腳等間90度，手咧 cross fingers， 跟住擺喺你個頭後邊啦，跟住。兩個 elbow 咧夾埋嚟嘅，但係手咧千祈唔好用力戳個頭上嚟，係輕輕托一托。你啲動作咧其實全部由你個背脊帶動上嚟嘅。咁我哋上個動作咧就有咁多，就上咁多。我哋就做呢個簡單 version 嘅 sit up。好，我哋每一邊咧，每一組咧做20下。咁準備好咧？就 cross fingers 擺喺頭後邊啦，跟住吸氣，呼氣上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，上高啲，17、18、19、20。好，唞一唞。咁個動作咧，就希望膊頭當然要上啦，同埋你後背呢個位咧上得幾多得幾多為一個目標嘅。咁呢一個亦都係針對性咧，而家呢一個咧練緊你嘅上邊肚仔呢個肌肉，係上嚟 crunch 嗰下練嘅。咁我哋預備好咧，就做第二組，我哋 total 做3組嘅。90度啦 ，cross fingers 擺喺頭後邊 ，elbow 上起，吸氣，呼氣上，口呼，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上高啲，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，非常好，落翻嚟唞一唞，頭向右望，準備做第3組啦，手擺頭後邊啦 ，elbow 黐近耳仔，腳為90度。吸氣，呼氣上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。好，放鬆，雙腳雙手擺喺脊度。
雙腳咧抱住喺個心口度，我哋簡單做個 rolling， 做翻個 relaxation。好，慢慢上翻嚟。嗱，今堂咧就做咗一個簡單嘅 Pilates class 啦。咁呢個 Pilates 咧，其實係針對性練翻你個肚仔咧上下呢個肌肉嘅。咁多啲鍛鍊咧 activate 翻你個肚仔。咁多謝今日收睇啦，下堂再見，拜拜。